四种下夹子的里面，第三个是拉下夹子。拉下夹子的拼读的方式，像我们学那个拼读的方式，拼读方式是之前的拼读的方式，拼读的方式都差不多一样的，就是例如，我就是例如都是那个嘎为主来那个嘎是第一个嘛，所以呢，机子下方加那个拉大的时候呢，拉下夹子的时候呢，它的发音也是会改变，也会改变。然后拼读的方式是这个比较大一点有写的，这个是拼读的方式，嘎啦大拉，嘎啦大拉，嘎啦大拉，就这样拼读。嘎是那个机子嘛，拉就是下夹子，然后呢，大就是那个带上去的意思嘛，带的。所以嘎啦带辣，它的发音是辣，嘎啦哒辣，有没有变化？有变化了。那个机子的音是嘎嘛，然后呢，嘎下面加拉的时候呢，它的音就是辣，嘎啦哒辣，嘎啦哒辣，就这样的音辣，嘎啦哒辣，就这样子，嘎啦哒辣。拼读的方式就是这样子。我们再来那拉下夹子总共有几个呢？就是七个嘛，七个啊，六个下夹子，总共有六种，有六个。那可以加在六个机子的下方，那可以加在六个机子的下方。除了六个机子下面那个脸色的六个机子以外的那些其他字母上不能下夹子，拉不能下夹，下方不能加拉，这是固定的。所以说，那我们拼读全部要拼读一次，嘎啦哒啦。拼读的方式，前面也有讲了嘛，嘎啦哒啦卡嘛，这个是卡啦哒卡啦哒啦卡啦哒啦啦，一个音，只有一个音，音不会改变的，不是没有区别的，不好意思，这三个都是音一样，发音是同样的发音，字不一样，意思当然不一样。嘎啦哒辣，卡拉达也是辣，帕拉达也是辣，音一样的，同样的音，辣，嘎啦哒辣，卡拉达辣，帕拉达辣，这个比较特殊。撒的话撒嘛，这个是撒拉达达，它会改变的，它的音是达，撒拉达达。然后这个的话，拉大拉也是拉大拉，所以前面那个嘎拉达拉、卡拉达拉、帕拉达拉和拉达拉，萨拉达拉，这个也是一样的，萨拉达，拉没有，拉去哪里？萨拉达拉，萨拉达萨拉达拉，所以这里面同样的发音有几个呢？同样的发音有四个嘛？前面这三个嘎卡帕下家这个那个嘎拉达拉和卡拉达拉、哈拉达拉和拉拉达拉、萨拉达拉，都是都是就是没有那么同样的发音，都是同样的，只有一个不同的发音，就是萨嘛，萨拉达达，这个萨拉达达，这个你们注意就好了，其他都是发音一样的嘎啦达拉、卡拉达拉、帕拉达拉、拉拉达拉、萨拉达拉、都是啦。但是那个萨的话，萨拉达达达达，呃，达就是这样子。
我们的月亮是月亮叫达瓦嘛，达瓦那个达，达，这样清楚了吗？就这样子哦。然后就是嘎啦哒啦，卡啦哒啦，巴啦哒啦，沙啦哒哒哒啦哒。再来一次，拼读，拼读比较重要的，初学者来说，就是拼读比较重要。拼读的话，它能发出音嘛，它的。如果不会拼读的话，就没办法去发音。所以呢，拼读不能那个就是不能小看那个拼读。当然我们念下去的时候呢，不用拼读嘛，直接念下去就可以。但是呢，直接念下去的那个原因就是它拼读练得好，所以呢，直接一看就呃就呃就就就就就能发音就能够发音嘛，就能够能念。那个因为它的呃拼读的就已经练好了，就不用去想那个拼读嘛，就直接念就好了。但是呢，当初我们发音标准的发音，你一定要标准的发音要学会的话，一定要那个拼读，先好好要拼读来，能够好好的要发音发得出来。嘎啦哒啦，嘎啦哒啦，卡啦哒啦，帕啦哒啦，萨啦哒哒，啦啦哒啦，萨啦哒啦，就这样念。嘎啦哒啦，卡啦哒啦，帕啦哒啦，萨啦哒哒，啦啦哒啦，萨啦哒啦。嘎啦哒啦，卡啦哒啦。你们练习的时候呢，一边念一边写。写的方式就是我们嘎已经会写嘛，就是我已经之前有讲过那个嘎怎么去写，然后拉怎么去写一样的，那个嘎和拉稍微就是嘎稍微要不能拉很长的那个它的那个脚，嘎啦哒拉写的时候呢，嘎的那个脚不能拉长，因为下面要加那个拉嘛，所以呢拉一半就好了。刚刚好写，然后呢就是斜拉，上面斜拉，这样子。卡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下扎子的时候呢，不能拉长那个它的脚，这个卡的时候呢，拉一半就下面先拉，然后呢爬了的了，这个一边念一边写，一边念一边写的话，就是比较容易记住，就这样子。然后对，这个都是那个这些都是包含在三十字母里面，除了那个三十字母里面没有的就没有字呀，这里面都是三十字母里面的字嘛。就是学会了三十字母的话，它的那个那个笔画笔顺都是一样的。学会那个三十字母的笔画笔顺的话，就是都一样的。下家这些就是拉。然后呢，嘎、卡、帕、萨、拉、萨这些，下面加的，嗯，那下扎子的发音的分别，就刚刚已经有讲了，但是这里发音的分别比较清楚一点，就是同样的发音字和不同音的字要分两种的，同样的发音的字的话，就是这些，它们都是变音的，变音为什么变音呢？它不是机字的音，机字完全改变，要改变。机字是嘎卡帕拉萨嘛，但是它改变拉拉拉，不是拉，就是只能写拉嘛，就是我们那个中文里面写只能写拉，没有拉，就这个。但是呢，你们不能拉长，就是拉就好了，拉这样不要那个拉那个音不要那个长的音长音，就是拉，其实是这个是拉嘛，那个中文的发音是拉，但是你们拉就好了，拉短的发出来就变成这些都是一样的，同样的音。
这个也是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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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辣辣辣辣都是辣辣。嘎啦的辣，卡拉的辣，哈拉的辣，俄拉的辣，撒拉的辣，辣辣辣辣辣，字体不一样，然后呢，它的意思也是不一样。发音都是一样，同样的发音是这些。那不同的发音，哇，只有一个而已嘛，就是这个，它也是变音的，因为那个它不是撒，它是那个哒，撒拉蛋哒，它的发音是哒。嗯，所以说拉夏扎字的发音只有两种，一个是拉，一个是达。那拉的发音是嘎、卡、哈、拉、萨，下面下方加拉的话就是辣，它的发音是辣。然后呢，萨的下方加拉大的时候呢，它的发音是哒，萨拉达哒，就是哒，就是这样子。呃，好，那我们先练一下那个，先学一下那个它的拼读来，它的发音稍微要练习一下。嘎啦达拉，卡拉达拉，帕拉达拉，萨拉达达，拉拉达拉，萨拉达拉，嘎啦达拉，卡拉达拉。帕拉达拉萨拉达达，这个达你们要记住，它的发音是比较特殊、比较特别。其他都发音就是同一个发音，辣都是拉拉达辣，萨拉达辣，嘎拉达也是辣，卡拉达也是辣，帕拉达也是辣，拉拉达也是辣，萨拉达也是辣，都是辣，中间这个不一样而已，这个都一样。这样清楚吗？有什么问题的话，直接那个我们群组里面，问也是可以的。如果有疑问的话，我们一起讨论。大家一直听着的话，就是，也是有点，怎么说呢？有些后面我们那个全部讲完了之后呢，有些要不清楚都会忘记嘛，所以呢，马上问的话，也是我这里看到，我这里手机里面有，一般看那个里面有提问的话，一直回答也可以的。就这样子，老大。